噔噔噔噔，啊那列车广播，列车广播，以下这台是火箭号，火箭号吼，咱今日的，咱今日技术若是有淡薄仔伤记，还是创啥，家己再调整一下吼。是，噔噔噔噔，哎，是毋是开着就好啊？OK， 听到没有？一切就种奇怪，这台感对。无，我应该拄则安尼啊。咱带大家来去坐火箭啦。咱这样讲，列车广播，我用无共款的声。收班啦，袂有啊，好啊，就安尼啦，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播，来听我白边，来这部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的大技术，还佫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我拄则应该爱用，大家好，免列车免好无？赶紧，哦，我咧讲，即摆先开始休困，来准备一下，第一段咱免念啦。咱先来听哪里的批？哪里你好？亲爱的欧边边你好，我是拉里，物件胖毋见，我无啥物经验，毋过我大学时代，我的男朋友有一个同学，伫咧即方面是一个专家。即个同学有一点糊涂，有一摆伊坐巴士转去台北，忝甲困去啊。巴士到站了后，车顶敢若剩伊一个人尔。司机甲伊叫精神，伊半醒半困，紧装落车。巴士驶走了后，迄熊熊发觉，惨啊！家己甲卡棒落去啊！搁较惨的是，好死毋死。卡棒内底毋但有伊的钱、伊的册甲证件，抑阁有囥着伊几工前拄买的 CD Walkman 随身听。迄个物件伫当时是贵松松，30外冬前，伊的介绍袂输即马 iPhone 的一半，真正是可贵定联鱼。迄个卡棒甲 Walkman 随身听，伊无机会找倒转来啊！你敢会相信？迄颗欠天的大学生，毋但顺利为大学毕业，摕到硕士和博士的学位，现此时佫是一个教授，两个囡仔的好阿爸，一个好翁婿，嘛是一个研究所的所长。就是有即款古锥的人做朋友，人的生活才会遐尼趣味。亲像黑边有白边即个朋友，白边嘛有黑边即个朋友。咱食老才有快乐的记忆，会使回想。三不五时摕来溜，甲因敲洗一下。即张图是我用 AI 制作的，希望你会介意。爱记的哦，拉里的朋友嘛是一只拉里，爱你哦，拜拜。爱你哦 ，Love you，阿姨哦。咱最近这久无讲阿姨啊呢？有啊，你毋是顶回才讲。我顶回甲谁讲？应该是阿辉的查某囝。毋是啊，我最近伫咧催眠，你嘛无留话啊。我迄天有一工写一个阿姨哦，嘿，迄个人佫听无咧，无反应。伊问讲啥是阿姨啊？有，我嘛有看到，对，替婚都有去回啊，做欢喜的，做欢喜的。好，毋通佫甲讲，给飞钱速度。首先要来感谢拉里寄引动过来，多谢。伊虽然有留话讲吼，伊感觉伊念了无好听，叫咱家己念。袂啦，我感觉是赞的。对啊，一两个建议互你听者，我感觉以后就愈赞。因为我感觉大家录音来可能拢伤紧张，一定的啊。而且咱平常时无伫练的时阵啊，讲话咬字可能拢无咬遐开。当然，所以有一寡字，譬如讲歌啊，还是讲合喙，对，较无遐明显。白白嘛是歹势。OK， 你有听出来就好啊。所以我拢爱讲足侪解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加练习，还是讲你录了听一下，后一届你就更较好。而且你即届是听阮的节目内底放出来，我你届的时阵我有调整过，所以你可能会感觉讲迄物件较明显。哦，对，期待啦，你后一届内底当做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播。耶，哪里等你哦？咱总共3个节目，对吧？一个是大夫嘛吼，一个是见着听小编讲，迄个就是哪里啊？阿辉，你搁拍拼一下吼，阿辉，你是第4个节目啊？你4个人就会使做一段节目，啊，阮就是开场甲收尾耶。主管你咧后壁，伊等下弄门啊！而且我拄则一开始听的时阵5岁呢，我想讲奇怪，伊甲因翁遐好着，啊，伊搁伫遐写伊大学的男朋友，哦，无是大学男朋友的同学，大学是男朋友，啊是啊。无啦，伊讲，毋过我大学是阮男朋友一个同学，好无？是因男朋友的同学，毋是男朋友。我俩是大学男朋友。对。
无你卡伊讲的迄个人，就是伊即摆红哦。那你敢是安尼哈？你甲阮解说者，阮就是即种哇，男女爱情的物件，阮特别有兴趣安尼。7、8月主题7、8月的主题哈，哪里等你哦？对，love you，love you，放闪光弹来，啊，结果阮两个就车妹，无法度做工课啊。迄礼拜安尼大家录音动来，因为阮看无啊。对，迄要放闪光弹啊，拜托你录音嘛，紧张，录音嘛，紧张。空这讲一解就好。但是我感觉啦，物件胖见无要紧啦。我以前人个低啊就好。对，我以前定讲诶，钱死人无代啦。对啦，钱会买倒来物件拢无要紧啦。对啊，胖见这买就好啊。其实我无遐济钱通买，胖见的准拄煞。伊在做教授，应该是迄当阵都做巧诶。对啦，咧趁钱较紧。伊即马做教授啊，有个有硕士甲博士啊，伊要创啥？哦，所长呢，人所长呢。对啊，所长要买啥就有啥啦。那你想要爱啥，家己去空内底弄就好啊。安尼头内底有就对啊，无用头念念嘛会使啦。古锥的哪里？虽然讲 AI 大嘛，不离啊古锥，但是我更较介意你画的。啊对啊，手工画。对，哪里爱你哦？好，紧赶进度，后一个是美国的罗笋。罗笋你好，亲爱黑白边您好，我是住伫美国的罗笋。今仔日要甲恁分享的是阮翁肉丸烙冷的故事。阮亲来美国的迄年寒天足冷的，时惊咧落雪。阮迄阵住伫无车库的百年公寓，车停伫路边，便若要落雪，就爱紧找位占位，车就会伫遐定紧，一直到雪落煞。搁爱伫雪落较细的时阵，趁雪变做冰进前，摕鉛笔去甲车挖出来。坏直就是若落雪，想要驶车出门一抓是足费气的。代志发生的迄当阵，我拄好转来伫台湾，春肉丸家一个高大老人伫美国。住伫附近的朋友招伊去因兜食暗，伊想讲足无简单，甲车插好啊，转来换北面找无车位的，伊就坐公车去朋友兜啊。北美的冬天，下晡4点外天就暗烁烁啊。肉丸食饱为朋友兜转来的时，落公车路边的雪已经积到骹肚啊。过一个马路，行转去到厝差不多200公尺，衫裤鞋啊加减啊捌淡啊，佮寒甲。伊互念赶紧披转去厝里，入门就随去洗身躯啊。洗出来，目镜都还袂挂起哩，就听到有人咧弄门。阮兜暗时住伫大路边，搁伫咧2楼，外口搁落雪，透死人都毋捌有人来弄门啊。搁较莫讲伫即个时间，肉丸的目镜都还袂复挂，哪行向门口，哪出声问咱倒位？伊为鸟眼看出去，竟然是一个青云人。手拎摕肉丸的钱包仔，伫镜头前咧喊，好心人甲来应门的肉丸确定迄是伊的钱包仔了后，就走啊，内底一角银都无减。肉丸伫犹毋知家己落肉，钱包仔毋知当时落去，就落去互捡转来啊！我是罗笋，多谢大家。罗笋啊！你还买10粒肉丸我食啊？无爱。你这你转去就较侪肉丸通食，我要互你食。所以你附近有啊？你甲我讲肉丸咩？啊，你就转去就食有啊咩？我毋知今日会记好有法度藏这个 NG 无？啊，若是无法度，我就连讲藏伫另外一个 NG 内底。有这个肉丸，这真正是我会气死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老爸足久无听到的呢。我妈拢讲我是老爸囡仔，啥物拢会使落去。真的哦，我无听过呢。是哦，我本来想讲伊是趣味，就是肉丸内底有肉落出。你是毋是拄仔头壳内底一直想即件代志，所以你安尼黑白掉一直 NG 所以讲肉丸肉丸肉丸啊，伊是伊的钱包啊安尼。哦，我会气笑啊！罗顺你连刚甲伊考一下，你人叫肉丸，敢真正肉吧？阮细汉阮表姐嘛叫肉丸呢，所以因为肉叫肉丸，对，伊面做圆的肉。哦，但是我毋知影讲伫美国嘛是物件落去捡倒来呢。啊无咧。那毋是讲啥物伫国外就是物件落去涂骹，是讲钱包是创啥，都叫人捡去啊。我毋知呢。我知影台湾是安尼啦，手机啊、钱包啊，囥喺占位拢袂无去，但是伫咧臭豆腐掉伫都摆面顶还是还是什么假的物件，上高胖对，消失去啊，真正做得去的人。嘿啊，应该是平常时有做好代。对，伊肉丸的肉落出来，人去甲伊挖转去安尼。天叫叫背，捡转去送互伊。好，这肉丸这就到这吼。好。但是嘛爱讲呢，因这落雪所在原来是遮尔无方便的。哦，对啊。所以讲咱台湾无落雪，啊，都想要看雪，安尼看起来咱就水。但是我听安尼讲，我足麻烦的呢。确实就麻烦的。而且我想到一件足恐怖的代志，落雪涂骹毋是骨骨。哦，对啊。
我就一感觉摔转去，你的骹，我的骹袂堪钱，而且因为迄骨骨的所在，你行路骹搁较出来啦。你咧换迄鞋啊啦，我就是你讲我换骹，我会换骹，我希望我会使换骹。你迄穿迄钉鞋啊。哦，但是我念念有一个问题，你定定有这个问题啊？喏，这个故事内底，嘿，伊讲要趁势变做冰进前摕鉛笔去甲车挖出来。对啊，现在是摕鉛笔，还是讲伊是鉛笔遮细支就安尼还是挖车因迄是一支用鉛做的，做大支的迄种安尼。我毋知，我敢看过人摕迄工地迄叫啥物，你讲马路啊？就是咱乌土迄种的。哦，你讲较土的啊？对啊较，啦。好，安尼罗顺，你甲阮解答一下吼，鉛笔是啥物哦？对啊，麻烦你。看你是要寄回来甲阮，互阮看迄个鉛笔是啥款？对啊，寄相片啊，对啊。甲阮解答一个。后一个是倒来阿辉，阿辉你好，我白白你好。顶摆我写起的批，互恁念出来以后，阮查某囝妹拢阿妹，逐工伫车顶就话要听5回迄集，听到拢强要飞起来呀。即个分享6月的主题，毋知又搁爱听偌济工。我要分享的是阮规家伙仔去日本 Osaka USJ 物件落去的代志。2年前大汉的草姆阿姊幼稚园要毕业的时，阮头一摆带因姊妹仔去 USJ 佚佗。6月初的 Osaka 虽讲小可凉冷啊凉冷，毋过日头嘛是真插目。阿姊伊有挂一个斜拍的乌金目镜，伫 USJ 升到尾啊，关门才发觉讲乌金目镜无去啊，即声害啊，煞毋知去倒位找。虽讲有碰见物件的所在，伫入口边仔通问，毋过阮连伫倒位碰见的拢毋知，只好刷刷去。过半年了后，是休寒过年放假，阮姨仔拄好搁招去 USJ 佚佗。结果即摆是我甲妹拢阿妹坐咖啡杯迄个长势游乐设施了后，阮赶紧要去甲大家做伙食饭。伫餐厅当要付钱，才发现我的牌仔放伫咧咖啡杯遐，完全无摕着，根本就无钱通付啊！无怪感觉来食饭的路呢，行到头真轻松呢。原来根本是袂记哩牌仔，即摆就袂使刷刷去啊！内底有钱袋啊，甲哩哩扣扣的物件。我随从去到物件的所在问讲有捡着无？日本的工作人员用细细本的手指谱啊，甲我形容的牌仔外形画落来，真正是用画的哦。我搁 Google 我的牌仔互因看，尾啊，因请我过40分钟了后才过来摕。伫排队要摕的时阵，真正足侪人碰见物件的。看到别人揣着一顶帽啊，就是足普通的乌色帽啊。我心内想讲，安尼嘛有，日本人真牛呢。搁有揣着迄种游戏的卡片，工作人员用红色的底座甲卡片放伫顶面，微层裤内底摕出来互囡仔的人客，搁配日本话，揣着啊！那亲像哆啦 A 梦对巴肚的袋啊摕出厉害道具同款闪示的感觉。我就咧想讲，因的仓库到底有偌济碰见的物件？我若真已经经过遮尔久啊，搁去报要找阮兜阿姊8个月前的乌金目镜，毋知搁找有无？想还想啦，嘛无真正去问。回伫阿姊伊有买新的乌金目镜，分享互大家知影。若是伫 Osaka USJ 碰见物件，去因落物件的所在找，真有机会会当找到倒来哦。歹势写甲落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阿伟，你莫安尼哦。你这一直写英语，还搁一直写迄袂使念的物件，我念念都想讲，哈，这敢会使念？迄一个放假，我会用啊。我刚才甲毙掉，无紧啊。你已经念出来啊？对啊，还有啥物？黑梦，黑梦呢？你讲迄因揣着物件是安尼，我无听过呢。啊是哦，对啊。我之前看的日本的迄，我叫是讲米兹克达，米兹克达。你讲的迄啊？你讲。你讲的迄那个迄什么啊？小智慧迄叫什么啊？哒哒哒哒哒！哈，袂记得准拄煞啦哈。敢若记一个片仔尔啦。你之前还爱讲着叫这样袂记？哈啦啦啦啦，袂有啊啦，袂有啊啦。好佳在阿辉有个买新的吼，草麻子。对啊，草麻子莫艰苦吼，以后物件无去，佮叫阿辉买就好啊。毋伊袂使叫阿辉。爸爸买互你，爸爸买互你。敢确定啊？阿辉敢有讲好，应该是无问题呢。爸爸拢是迄种早囝讲有无？早囝讲啥拢好。但是尾仔伊无讲伊的钱包到底有揣着无呢？对啊，伊刚刚讲伊咧排队的时阵，内底的钱有变少哈？你看阮顶一个肉丸，肉流出来有无？内底钱一角银都无少呢。对啊，
啊，威你那无写重点哈，你的结果咧？奇怪，大家拢钱包胖见呢。你嘛是吼？嘿啦，阮阿姑本来佮讲要坐高铁甲我送来呢。啊，是哦。对啊，我尾来叫伊寄的，因为伊那份啊，你毋是胖见过当？毋是胖见啊，就是我行出来想讲奇怪咧无找早啦，对，无早。迄个无共款啊。重点是我要出门进前啊，因佮讲你顺看嘛有啥物件，我有啦，拢客啊。我的钱包水遮大老屎你会记我的钱包偌大无？有啊，就长长乌乌的。对，我的钱包遐大着，我佫无看着。伊就毋是摕喺手里啊，我已经毋是落肉，我是喷肉，肉已经喷出去。行行肉毋是落去，是喷出来，啪啪啪，喷装逼安尼，真恐怖。我嘛最希望我的肉会使安尼喷走，安尼我得变做一个做散安尼。安尼你物件拢爱挂喺身躯顶。我即摆拢是啊，钱包啊嘛是。钱包我有，你有看我即摆钱包有一个迄吊咧，我会吊伫我的手啊。哦，对啊，尽量挂喺手顶头。对，尽量拢是甲迄物件绑伫身躯顶啊。嘛是啦，上无人袂拍毋见。你记我甲你讲，我雨伞会拍毋见啊。嘿，我即摆雨伞有一个钩啊。哦，咱甲伊勾起来，就勾伫我册包面顶。哦，但是我咧讲做白痴的，我迄讲奇怪，我雨伞。但是咱敢会讲伤久。我即句讲灰级的速度，我讲了，我用灰级的速度来讲即个雨伞的故事，就是我迄讲想讲奇怪，我雨伞咧无去啊，结果我就想讲，你看我咧雨伞伫遐摸一下，迄个人讲，雨伞伫你后壁，我讲倒位，我过看无，叫你知啦，雨伞隔离遮安尼害咧，但是因为我伫外头拢看无，好结束，所以我雨伞无去。我讲今年啊，大家敢听有啊？完全无关系的故事，就是我是一个空空的故事。我见后一位。哦，是新的朋友哦。后一位是517啊！我讲即个朋友，安那爱介绍一下哦。请讲。你记咱有一集啊，有一个人去甲建中讲，我袂变咧甲你叫，对，就是伊啦。哇，多谢你！伊有倒过，我就使甲伊名念出来。你好，对。安尼咱叫伊517，你好。对啊，即个517即个名啥来的？我嘛毋知。啥毋是678？啥毋是799？799毋是共款？什么啦？一控数，我只想要知影你517的由来。你若是有想要甲我讲，你这个写批来哦。对啊，啊无你迄7，甲阮的7月有关系。咱解说一下。你安尼敢会看收？老话的话，免写批啦。好来，加甲人为难安尼。哦，我白变恁好，这是我头一摆寄批，就期待伫 Podcast 听到家己写的批。我听恁读大家的批，会感觉大家拢写了真济，也是讲念出来用听的体感会较久。我头摆投稿写较短一撮啦，希望我白变甲听众袂起嫌。6月主题是 lucky， 我无要写 lucky 哦。我想着国校的时，迄阵用的鉛笔盒啊，毋是铁的，无就是迄种足侪机关不离啊虚化的，毋知影大家敢有用过咧？啊，即种鉛笔盒啊，若是无细字落落去，大面就会看到伊坏去。盒啊，写甲变做两边分开，内底的物件刷甲规死格，反射嘛倒袂转去。细汉时看到就感觉足伤心的。另外一个是高中的时，爱用一种0.38的圆珠笔，迄共款若是无细字落去，就有机会断水，无法度个写。逐摆落去，捡起来试写看卖，拢咧底肚。是运气真好，无断水咧，也是我搁爱买一支新的路。落去的经验就分享到这，希望大家生活中时常细字，莫互物件落去了后歹去。补充讲到谐音，我想要分享伫日常生活发现的台语甲日语的谐音，而且拢算是一句有意义的话。第一个，有一届去庙里后人好梦觉，看到一丛树仔去互风吹甲规个歪腰去啊，树身完全是起的，安尼迄就叫做起的起。我有附一张图。另外一个是甲朋友开讲，讲到毋知影啥，我就讲啥物足细坑的。啊，伊平常时对谐音就足敏感的，随条故意讲啥？你讲细坑，我就讲嘿啦，细坑的细坑就是杀文的意思。期待未来会当发现更较侪酷酷的谐音。我是517，多谢大家。多谢咱这位新朋友啊！多谢你，而且做特别的呢。安那？伊是第一个写 lucky 涂骹的迄个。啊对呢，真正甲物件用 lucky 啊。对，这 lucky 都爱甲我拼呢。我自细汉迄涂骹 lucky 的物件有够济。哦，迄断水的笔毋知断几啊支。而且你知影迄断水的笔，我咧讲无讨济，
我拢甲捡起来用迄赖打烧烧咧，啊，就甲伊拗转来。嗨，什么拗转？烧烧咧，啊个嗨嗨了，就会使写出来。哦，但是伊的出水量会差不多减一半，减一半，对，啊嘛是会使写。因为拢买迄较粗迄种诶啊，0.4还是0.几有无？嘿，对，啊你虽然讲断水，佮烧烧咧会通，啊通了伊的水会变较少，但是嘛是会使写啦，阮较勤俭嘛，毋免佮买一支新诶，对啊，你连干那别断水再甲你烧烧咧，啊烧甲断去甲我无关系啊。我还是落个涂骹迄心直接歪去，心直接歪去哦。你讲鼻头前迄啊？对啊，我安尼你就是较衰啦。我都写，我一般拢是安尼啦。所以我叫是讲烧烧佮甲拗转来，烧烧这是无试过，连甲我替你试看觅，直接你去写一支，你真随去写一支，我随来试看觅。毋免我即嘛无用迄种笔啊，哦是啊，因为我们遮大汉了，用0.5就好。哦是啊，用遐粗，我送你一笔的啊。有啊。你佫嫌伤粗，即摆佫讲你要用0.5，袂使，莫佫玩啊，吼，莫吵。咱佫有一场，我感觉今日有机会甲全部的批念了。好来继续，而且伊讲的即个 MBK 啊，我有去 Google， 嘿，最厉害呢，迄个呢，会变做拿一个城堡安尼，这厉害，佫会写 MB 啊，佫有树啊，佫有迄一个空，佫会使画啊，撇珠啊，是哦，这厉害，对，但是我感觉迄搭去涂骹一定会害去的。绝对会害去，迄机关较济，机关可能仓库，对啊，而且迄机关内底可能有迄神嘛，是创啥落去一定会害去的，绝对是的，迄电子产品共款。哦，对啦，袂堪得俗，啥物物件拢袂堪得俗啦，人嘛袂堪得俗啊，对啦，有道理。好，上尾一张批，即个嘛要甲牵一下，空空你拢几月份啊？佮你斗迄6月，空空，对啊，所以讲你是真欢喜。但是你安尼一直咧回写以早诶，你安尼会袂糊哦？啥物袂糊？念袂糊啊？哦，想讲哇，这个主题念了，结果佫走出来。哦对，对，无要紧啊，我嘛会甲你念啦，找一个机会甲你贴起安尼啦。阮今仔日开会前，就是要甲念了。听没有讲，我拢听拢无。好，所以是空空，空空你好，后边白边线顶的朋友您好，我是台南的空空。差不多伫4月底。我搁对第一季的第1集开始聆听，发现为上新的听转来，和为上头前听过去，感觉完全无共款。话迄当时听了，我搁会伫遐想，我敢有听过这集，所以爱甲咱的听友鼓励，听了搁加听几摆，会当听到过去的、落去老旧的物件，足趣味嘛，足好耍的。今仔日7月14，搁听一摆第2季第38集，有啥物的配信？热天上讨厌的经验。第8分17秒讲到湖边过去物件碰见的经验，拄拄好讲到湖边脚踏车落去的代志，对应到第6季第16集有啥物配信落去，伫无共的时间讲共款的代志，细节小可无共款，比如讲银色的跑车变做银色闪电，感觉愈厉害啊！毋过拢足趣味的。第5季第45集的有啥物配信，也等这经验，湖边嘛讲到足讨厌参加交换礼物的活动。因为收到废物会足生气的，进前有收到往来蜡烛，佮摕去楼骹的土地公庙拜拜。伫第2季第7集有声音的配信，也等交换礼物。29分42秒遐嘛拄好有出现，大家嘛会使佮转去听看卖咧哦。佮有大家敢知影白边的保护啊，啥物时阵落去？我感觉伫第2季第34、35白边请假的时阵，我便家己访问义兴哥将中剧团团长王开生了。对36集的小编听你讲第8集，白边小假回来录音，真正变一个人啊呢！我感觉我亲像面侦探空空，连个过去到即马，甲落去的线索一点仔一点仔找倒转来，佮甲斗做伙。这嘛是我定听一摆的时阵，感觉足好耍的代志。上尾啊，我要甲雷华讲，我足钦佩你的，伫客家语、台语、英语的用心学习，安尼阮就袂使找借口讲我无时间学台语啊。虽然你讲你无时间来留话啊，毋过我嘛是足希望你有闲的时阵会当搁写批来，咱伫线顶开讲，交朋友，互相加油来进步。对啦，后边你若是讲到我落去迄边的投稿，敢袂使搁补充一个？今仔日7月25，我听到第3季第15集，小编听你讲13，第5分20秒的所在，希望有嘛留话讲，我感觉白边已经甲保护我单掉啊，原来。白边一开始有保护的代志，通人知啦。麻烦后边替我甲这句补充入去我的配信哦，多谢阿姨哦。多谢咱的你拄则毋是讲要面创啥？侦探空男，
空男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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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你想讲这段人？头前面那秀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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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好唱者啊，好就收吼，好就收啊。人讲讲你才唱遐久啊？最近迄个又出迄伊的鞋啊，电影毋是又出伊的鞋啊，一毛一样的哦，佫会使转哦。哦，连迄鞋啊骹球甲会走出来，无，日本够较厉害啊！连迄鞋底拢甲迄图生做一模一样呢。是哦，啊对啊大细，大细看你骹偌大，无你边啊，哦，买伊的。因为是囡仔，毋是，无啦，伊是大人诶，伊出大人诶，互你伫遐转，哦，哪像足厉害安尼？但是我要买哦，不离遐贵啊，我著放弃啊，我著放下啊，我无遐爱啊，我无遐爱。你查某的嘛有出的对啊，伊就是伊是中性诶啊，应该是通用诶，但是我有买伊迄个迄有，你古代哦，就是迄个犯人诶迄个头啊，你暗时啊切落去，买创啥，迄惊哦，做好笑啊，我买去送别人啊，哦，对啊甲你的室友迄惊呢，甲阮室友迄件，无啦，我无遐夭寿人，我拢拍去涂骹行，佮家己骹夹掉咧安尼。即嘛是7月份到，即月份我袂安尼家己惊，我惊伊会混会去互牵去。好，讲倒来空空，我希望感觉你有淡薄仔，毋是你知迄恐怖的精神，甲迄做白的气氛，就敢若一条线尔，你知无？是我了解，空空就是即马是伫搭伫即条线面顶，爱去看迄边，啊，去看倒来，去看迄边，去看倒来。下来下我去跳过去啊，就对啊，我跳倒来，我跳过去啊，去跳倒来。一边一支骹呢，但是伊今天做用心的呢，伊拢有咧记录呢。对啊，真正有写笔记呢，对啊，空你莫写这有诶无诶，你写一个台语的笔记好无？你写一个讲什物台语词安怎华语安怎了啊台语安怎？啊对你莫啊，记这无？阮这节目内底。该有知识的内容该记起来，对啦，你安尼我感觉甲阮情感伤深嘛，我惊恁某会食醋。恁某就问你讲，我问你，请问咱10年前第一届约会，我第一届穿的迄领裙是啥物色的？结果你就讲袂出来，但是就讲哦，迄第几日白边安怎？你竟然回答出来，我咧讲恁某的气势，我咧讲，毋通哦，空空，空啊，较注意咧啊！等下咱两个变做破坏人的感情都毋好咯阮就，是第三者。呸，毋通我别讲啊，对咩？讲笑的啦，空。好，讲倒转来迄个，你请假转来了后，哎，你的包袱单调去啊，是安怎咧？我毋知，我无感觉，我拄则心内咧想讲，请假迄当阵你感受到我的爱，所以你转来了后，甲你规个人拢放心交互我，包样样无啥爽快，你安尼甲包袱单调去，规个人安尼，总怪啊跳怪安尼啊。听听明安尼我会赶紧甲伊捡起来，我会保护我落去啊。听到边即个解说你有满意无？阿姨头拄仔内底讲你媲美啥物？媲美是啥？媲美的名两界无共款呢？毋是啊，其实我以前叫伊银色闪电，对，但是迄当啊阵跑车是倒位来的？毋是咱迄当阵我毋知影讲闪电会使直接讲无，会使还文音无？我想讲银色死若听起来无足厉害的，对吧？所以我感觉讲哇，无咱叫银色的跑车好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对，但是其实我毋知咧，囡仔时拢会黑白叫啊。哦，对啊。今日叫伊银色跑车，明仔叫伊银色闪电。你欢喜对，就好。咱是看《哈利波特》的时阵，就会讲伊记是啥物扫帚啊。会闪电哇，冷清哟。对。哎呦，你有看啊？袂歹哟。最近佫有迄啥物马拉松喎，甲迄《哈利波特》喎，第1集甲第7集全部拢佮安尼轮一遍。哦，是哦，但是我上爱看是头一集。头一集是安怎是头一集？因为年岁足细足古锥诶。破了 Harry，笑死！感觉没有跟我讲要听咱讲这个。欸，我咱的海英有啥物是会使，就是哈利波特。哈啥？我想讲咱去找看哈利波特是几月份生日好啊？咱迄个月就来讲哈利波特，但是重点是敢有人要甲咱讲。迄有版权问题无安尼？啊，对咧，念故事有即个问题，阮去查一下啦。若是有法度则迄啦，听没有小配来应该是无问题啦吼。那无讲着啥？好哦，哇！咱家足厉害呢，咱家咧时间内底完成咱即个困难的任务，飞机号到站咯，各位朋友啊，咱落飞机啊！但是我感觉听众朋友应该是无法度感受到，这就是我平常时讲话的速度。
哦，对啊，而且我会愈讲愈紧。嘿，我拢对袂着。白白平时咧教讲话时阵都是咧，对，就是假迄种诶，什么假？伊拢伫遐讲我是诶，真心的，好不好？真心伫遐假笑，对无？叫我讲出来啊！迄是好来收尾。诶，什么意思？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版，黑白版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车队伫遐定金因 I N 金吼，坏的就是若要落雪，什么哪要落雪？落雪佫会使买甲毋买哦？你个正经好无？好心人甲来肉来肉丸哦，来肉丸我都塞落啊！罗顺啊，伊要食肉丸哦，我无都要啊。好心人甲来屁肉丸，好心人甲来肉丸，来肉丸，你倒想要肉丸几摆？行咧中华骨头啊，徛肉丸骨头啊，行，我塞落啊！害我一直想你的画面，徛肉丸骨头，肉丸来应门。我若讲拢叫肉丸啊，哎，本人敢有啥物标示？就是莫开讲，你家先讲的呢。这我加掉。水梦小可亮亮啊亮亮，毋过目头嘛是日头。目头角角，对，我要讲目头。捡起来试车看卖，试车看卖，四车五车八车，捡起来试车，牙刀啊！捡起来试车看卖，试车。你到底要几车？你甲我讲。五车。欸，你拄讲迄啥物骹球拄迄鞋仔射出来是啥？啊，毋是迄下底有一个空，迄球会走出来。下底无一个空啊！伊迄阵迄是迄呢雕你迄要踢偌大力呢？啊是哦，啊无定定看到骹球一粒走出来。哪有啊？啊，我查者。噔噔噔噔，啊，毋是，伊是有一个腰大的，真的有大骹球出来。伊毋是拢伫路边共抢物件来踢。迄是有当时啊，有当时无球啊，骹球已经大了啊！啊，毋是定定拢爱有人的物件会当踢。哦，伊毋是有迄伫咧火车顶安尼，嘿，要踢犯人，踢犯人，迄个时阵就需要腰大，弹出来安尼。无通照家己生啦。哦，会咱查者，等下先查者，查啥？咱查者 Porter 字是几号？然后我过啊4月31，听众朋友，听没有？阮遮无即个哈利波特的主题啊，无变啊，佮想一个办法，好哦。好哦。